歡迎大家咧嚟到娛樂花生堂，我係 Y 馬路啊。咁啊，呢個頻道咧專門同大家咧講述一啲咧娛樂嘅消息嘅，中意嘅話咧歡迎大家做翻個免費訂閱，撳翻個鐘掣，亦都歡迎大家俾個 like、share 翻出去，多謝晒大家。咁啊，今集咧要講下莊思敏啦。咁啊，現年45歲嘅莊思敏咧，其實3年前咧就啱啱咧經歷過離婚嘅，同呢個台灣商人咧離咗婚，期間咧亦都曾經咧同大 S 嘅前夫咧汪小菲咧傳出緋聞嚟嘅，假嘅。今日咧10月8號咧，終於咧就過咗中秋咧，就呢排特別多好消息啊！莊思敏咧就傳來喜訊啦，今日咧就再婚啦，喺印尼嘅巴厘島咧舉行婚禮。咁佢而家新婚嘅先生咧係高級督察黃耀斌。咁咧據知情人士講咧，莊思敏同埋佢而家嘅新老公咧黃耀斌咧喺年半前咧就拍拖，不過一直非常之低調。期間咧，雖然咧莊思敏曾經咧被影到咧喺室內咧就即係吸煙啦，身旁嘅男士咧就應該係佢而家嗰個先生咁樣嘅，但係當時咧佢就話普通朋友。咁啊，今日咧正式咧就出嫁啦，再次咧成為新娘子。咁有一班出席好友，包括咧胡杏兒同埋佢先生啦，莊思敏嘅阿妹啦，莊思明啦，同埋楊明啦，大家咧都飛晒過去咧巴厘島，咁啊一齊出去食飯，為佢慶祝。咁咧佢嘅老公咧雖然係一個警務人員，首先嚟講咧係高級督察，身份咧都唔嘢少啦。而重點咧，呢位所謂嘅新老爺咧就係上市公司嘅高層啊。咁啊，莊思敏咧本身阿爸都拿督，咁所謂咧門當戶對啦。咁啊喺度咧就祝福佢呢個新婚快樂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有乜意見咧，歡迎喺我嘅留言區咧大家討論啦。多謝大家收聽娛樂花生堂，我係 YM 工作室嘅阿佬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